先来做客慢言来了，今日来做了的一位来宾呢，伊是行业嘅配音员，韩国行业先生吳业怡，欢迎业怡。大家好，我是业怡。今日我欢喜有请到业怡，因为业怡係同老公帶段聲音咧，所以平同事查喺來到討厭哦，很辛苦，非常感謝唔來。啊，今日難得的機會吼，我用業怡帶來嘅一條小物來認識，好，我唔睇做嘅很多事情，我都請人嚟處理，大部分人譬如講一個業怡嘅小物，假如也得有評論認識，看下第一行係乜嘅，好。嗰種一本很精美的一個筆記本，也感覺你係手做的哦，自家做的。係米嘅同學我自家做。哦，米的同學，也係買個時期做的。我哋高三我做嘅邊樣製作嘅時間。古時唔係紀念冊，唔係係本大家來留言用嘅，就係我哋表演的時候不用提腦背啊，就請我哋嘅朋友啊，還有陸卡人叫他來寫。哦，就因為呢係唔同戲劇學院，啊呢畢業嘅時間會有公演，對，我家就會自家做一本。就米嘅目標，咁我哋辦好就係用呀嘅。哦，也如果有紀念價值。係啊。哦，哎呀，當過下寧波。因為我嘅時節做嘅戲係寧波仙子。哦，你係一個過獎嘅相片。錯。哦，咁當初我咪去套戲劇學院嘅咯，來到台北呢，我係睇屏東台，屏東長治。哦，哎，凡是好看戲行係樣咧。其實唔係呢，我凡是係好舞台啊戲劇嘅，唔係戲劇。啊，就安尼啊，有一擺嗰場係我哋國小嘅高中嘅子女廳戲曲學院，啊，有拄好有看到伊哋嘅表演，嘛就講緊我去考困難無，嗰時就係舞台班，還有一個戲劇中考嘅，啊，後來上課那就嚟送嚟台北讀困難好嘅。唔家下咱國小畢業，先畢業無吼？畢業未？因為考試係7月份嘅時節考嘅。哦。咁侬會咱國小呢？侬會想講我來台北讀書？就唔敢啊！唔會呢。有爸爸又想媽媽又停上嚟。攏冇。你1年哦？1年啊，2年就到姑姑度考。哦。咁你講唔考到嘅舞台考，啊，侬冇去讀舞台咯？定都係上台北來？因為嗰時節應該都見緊嘅呢，戲劇學院都係公費生，嗰時唔係錢呢，啊舞台。我很忙，因為就會先交嘅暑假班、暑期班嘅大師班嘅費用，啊我帶下有很有量嘅老太老母嘅，嗰種我就想講加忙我就上台嘅可能好嘅。其實係考量到嘅弟弟妹妹，安尼你想啊，咁唔值錢，錯啦。咁你卡喺嘅下有算經濟狀況如果苦下，行係冇，其實唔會係面到弟弟妹妹。其實冇按到，唔過。拖舞台班色彩忒貴嘅，以後佢會納幾多嘅錢，因為我老太老母嘅時節，老太嗰種都係美術班。哇，藝術方面都幾花錢，咁如果考到已經唔值錢咧，係最想講交送嚟台北可能先。我看人家當過你嘅扮相咩個獎啊，啊都冇行一條路咯。畢業過後啊，因為高三嘅時節有挫傷，就各種受傷，樹有骨裂過啊，某個地方有拐到，最後是腰挫傷。所以我就想講感冒，揾別條路行可能好誒。哦，係因為人生的傷，感覺幾難行下去啊呢？係啊，因為很多舊傷，像有時候天氣一變。有時節就會開始那一片酸，那一片有用誒。因為以前可能還冇按住村保養，就係一直抄。嗰時候就冇法度。都其實有一些現實嘅考量。唔過唔家下其實算喜歡嘅嚇。係啊，因為本身就該好睇，應該表演也快。都見咩戲啦。真件都係現實考量，冇辦法，就行
迄條路。錯。哦，那我行到里面邊度更加係同行業有關吼，合法嘅傳承。就行迄都同行業有關。也咩幾好嘅，當一條路嘅選擇咯。哦，今日嚟看天氣項，同業有關嘅一個小物係乜嘅？兩種結業證書。哦，也係客家電視辦嘅南西安強嘅批演培訓。哦，咁我有一個資源去參加體驗呢？應該係我拄好看到，那就同陸客人講啊，我還有我老妹，我媽媽上面人都強下播嘅，嗰時兩間人哋上面人都有。哦，係用上面人都強下，家下嘅培訓係用哪個情形？培訓我記得就4個禮拜，4個禮拜還2個禮拜，我冇記得，5、6禮拜安尼，就短短的時間，就是講密集上課，我用嘅發音啊，用嘅變聲，用嘅改歌，還有上相機來練習批。咁本單都有學習嘅嘛，嗰類批音會感覺夠簡單嘛？批音同學習嗰種唔咩同一件事情。唔家學嘅時間有感覺乜嘅同印象過似咩事情嘛？親難嘅呀，也算親戚咩嘅事情？親難應該係嘅情緒有時間，因為我去揣摩，伊本身就有嘅畫面，唔係像我哋去甲做戲，我就係嘅角色。嘅表情就係嘅角色，不過已經有表情，嗰種可以去揣摩嘅畫面同嘅人物很用嘅嘢。有乜嘅印象當中批過個奇妙嘅角色嘛？個奇妙哦，因為我嘅上映嗰時候批卡通，嗰時候批卡通好像我冇感覺按困難，亦都係有一擺批嘅戲劇，我用嘅批人感覺怪怪，因為你唔到嘅人物嘅神情應該按嚟講，因為嗰時節還能太空能畢業多，我感覺批日嘅還沒有人生歷練，批日嘅怪怪啊。唔家去討日嘅配音班嘅時節係太空畢業，前畢業高三。高三嘅時節都去參加嘅。家訓練係嚟都開始批音嘅。訓練係嚟就我高三畢業，幾多片段就開始。因為我以前有談嘅客家電視嘅同事有講，伊哋講前南西安咧批音嘢幾難。真是幾難，因為太感人都有自己正直嘅條路，我來做批音，就會請一條很瑣碎的時間，不批音又唔係1日2日就做得批hết嘅。係啊，因為大部分係喺北部嘅嘛，北部嗰好少幾按到人啊，南部都會貼拍，嗰時大家看到嗰度客家電視嘅卡通，也算係就係貼拍南西安強，係幾難落鄉下，因為人都大家都係按人啊，嗰時唔能真見都係愛潛時間，愛潛時間咯。家下真見人係按後生咧，嗰時我批到個有人生歷練嘅角色，家下就會感覺講難。冇唔錯，家下有個聲音嚟，要係冇平庸嘅。唔過嗰時就係批嘅乜嘅，算是當時妓院嘅一個角色。嗰時韓電都唔係一般嘅普通嘅角色，佢有韓國困難。家卡通都表現都可以嗰度，很錯。按日嗰後批卡通，因為卡通就冇像人哋一般生發安嘅，嗰好高一些啦。咁應該都唔係上都適合批女主角嘅哦。差唔多每個上都係愛批。咩係 range 過太明咧，咩批過細，咩批過老嘅都愛。嗰老人哋嘅上無法度到按老，嗰時候就一個年紀差唔多，最老嘅更加就30人嘛，就而家嘅年紀。唔係上個 U 啦，都冇錯，眼都可以批老爆命，係一個半單嘅上。係啊，可能嘅上先。係，好，今日嚟看第3項嘢而帶來嘅物品，看下係，泡泡嘅東西，特別的一種相片，係你嘅聲音嚟嘅，係聲音嚟嘅，係來嘅，來嘅，來見解呢度寫，
17年，人家过快兔的时期啊。我天上天下。侬会想到会哪一个相片同人分享？因为人睇以前的都市地不用的照个超音波用。我是不是拿反了？突然觉得，黑暗呢，侬看唔到头呐，那个看唔到面呐，应该安尼讲。一样呢，侬评论呢。伊爸爸摕本梦的时间讲，俺唔前同伊讲，俺有验到的时候，前经伊就讲伊有本梦到一个生日呢，唔过咩看唔到面。安尼迄都真是讲出来，咱看到啊，原来你长这样。嘿哟，安提佩，刚迄讲生日的时间伊多些？讲生28。算以后上哦。好，甲讲生日的歌唱，很用诶，顺时冇？很顺诶，因为考虑到先生是职业军人，所以那时候是催生。嗰时节就他那天是体测，在高雄体测，嗰时候那下晝我就入到醫院咧。暗晡頭9點就講出來嘅，嗰時候算夾。講算夾兔呢？兔高需求寶寶。嗰時候其實根本嘅啦咱會推順，頭都還提叫人哋去把講好等嘅先生要睇順係要睇到我嗌嘅生活生意嘅生，如係我念論係咪？係啊，就媽媽冇睇，就念爸爸、念外婆一度，就念睇人生風啦。嗰時候基本嘅都係帶輪而來啊。係啊，你不用睇錄卡，我講3日不用睇錄卡，錄卡用我先點hết。剛才都係更加順利錄完啦。等一下呢，我哋個繼續來打這個，先試下查。你的班級從沉浸式的班級，差唔多80%都在講下。不過有的位就規班呢，可能1節、2節，小堂一些，安尼就可以用，仲可以用合法來上課。先來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操了嘅係行業批演員同先生5月2，到5月2有講到生日嘅1歲啦，目前2歲安尼，做媽媽嘅感覺係樣嘅。做媽媽嘅感覺就佢，不過又神奇，好氣又好笑啦。就係人生無窮樣嘅階段。嗰時候你看有媽媽帶來嘅安定陣嘅，一個人工嘅土嘅。也跟同生日有關哈？有關。佢喺眼前，咱結婚那到嘅時節就先買好嘅個圖誒，就感覺有因為就花代購花到，就跟我妹講，妹，好可愛哦，我們先買起來好不好？嗰時候先買好起來，就兔年嘅時節，移出來嘅。先買好起來意思係愛本生日嚟搞了。係，就係愛本生日嚟嘅。唔過家下目前看嘢，目前，就想講先買起來，因為佢等一下，冇過久就看嘢咧。我1年嘛。都係唔同老妹一定要買一隻，更加兩個路程呀。攞去拉嘢啊！都比較安尼。伊其實冇提高啦，都不用提嘅。你變啦，嗰種伊啲紀念啊，咁唔同拉嘢，唔嘅老公係行人嚇，行人。咁你會同拉嘢講下嚇？會啊，唔同老公咩講下？尤其許多老輩，尤其許多老輩。我想一部影片堂都人提供嘛，嘅時節就會震撼。老公咩句會講下？咩從細就講下嘅？同阿婆圖嘅故事，伊同阿婆都會講下。個故事拉嘢可能他也沒會談論咯，人都有意識啦，係，因為本身教客故事，我就想講我自家聲音咧，還係愛曉得講，係咩個流利冇要進步，還係愛曉講。唔要用哪些資源？佢是睇幼稚園，韓國嗰時候搞合法呢？幼稚園係因為我媽媽之前係個幼稚園嘅陪伴員。後面我大學畢業過後就慢慢的接受，我嗰時候佢就喺我睇嗰間幼稚園，嗰時候係誤打誤撞，就大學就有考到嘅我乜嘅
支援人员的认证。我学姐就同我讲，应该先去考考啊，中国去都拿到的。我说好啦，我就去松考诶，我说他就拿到个教学的资格，所以误打误撞进到这一行，就开始去教，就开始啊，主要如何生意呢？都系国色诶，咁用嚟教伊呢？用嚟教就主要还是有个课本。爱用天子书，再穿插一些，比如讲金钱课，上礼拜就看到嘅传教士嘅99年前请到嘅课语的新闻，就顺沙分享给学生嘅，就有看到嘛嘅就顺沙上课就补充人家上课係咪就係當然要教出來，唔過都係主要嘅需求都係幾堂課都係講下。冇法度呢，我看學生嘅，有啲班級像沉浸式的班級，就差唔多80%都在講下。不過有啲嘅就規班呢，可能1節2節，校堂一些，安尼就可以拿用仲可以用合法來上課。幾種嘅班係咪都重點唔係唔愛教合法，係唔都係用合法？用合法來上各種課程。嗰種也唔係單槍教合法。從我睇學校沒有接嘅他們的校定課程，那校定課程係以合法為主嘅。嗰種我用合法來教人哋，比如講做料理啊，嘅百香果托克手嘅料理用合法來上，還係有乜嘅各種食物啊，也就係美勞課那種。我來上。所以做各種嘅事情。就會用一些合法入去。我講唔係可以去進修呢，可以嗰度東西合法用嚟。我就問啊，阿婆人用嚟講，爸爸人用嚟講口拗。同我以前播新聞一樣，有沒有口拗不一樣？就係因為嗰度東西人哋冇講過，冇聽咗人哋類批有講過，都冇人哋用嚟講。感覺也幾奇妙都搞個過程。個地方嘅講法又無強，尤其南西煙強，從此嘅，按係喺台灣蠻教書。台灣蠻教。嗰時候嘅用詞有地位就冇相同，像蓮霧有冇人哋講茶泡啊？蓮霧係茶青島茶泡啊、酸果啊、拍果啊，還有談過棉霧、輪爐，真是有拉倒。蓮霧真勁。迄個問過青島種講法嘅，也條路喺南部嘅係啊，唔係北部嘅南部路5、6種講法嘅。咁如果咩屯生員嚟講，就按種嘅講法，唔能自己推用。灣民用嚟講啊？灣民講酸果。灣民咩係酸果？義府嘅咩酸果？義府咩酸果？闽南嗰種咩係酸果？大陸關嘅蘋果棉霧。嗰時候從此咩係茶泡從此連落路係茶泡。大家都可以。上次每個人可能人家很頭痛啊咧。安尼除了看到土嘅，還有農藥推還帶來啊。如果冇藥嘅，怎麼也會係上去同人分享嘅。就可以看醫生本醫生看。開始教書過後發現上用蘋果頭好糖冇效。呢個因為唔正經告訴還有皮炎重度使用聲音，嗰時候就還係靠嘅中醫來調身體。我講到過開，醫生就講就是什麼元氣不足吧，還是什麼補氣不足啦。我開始搞跳舞過後，因為跳舞還可以偏高一偏功法。很累呢，教書過開呢，真是過開。開始搞人如果哇，過皮膚嘅以前對過時候開始先生過道路半夜嘅8堂課安尼搞呢，要點起。我係看一多年呀，本醫生看一多年。教書教一多年就看一多年。哇，應該都已經有7、8年了。嗰時候身體就愛顧好啊。愛顧好，咁我攰到都開始面到。我可能來會起來，他會直接叫你起來，然後邊拉。哇，真嘅就係，加有運動哦。我還有跳舞啦，就係諾貝嘅我睇南山個舞團參加舞，就是舞者的角色。所以有時間我有表演就會去練習。還有時間去跳舞。
嘿，俺就有同爸爸妈妈讲，你们确定可以吼？刚刚要来接表演的哦。有帮手啊，嘿，一定要同俺填图。哦，刚才你如果好，还可以我有去个上去做后援。哦，好，还有一种一个刘太太吴女士收。一个是卖你写卡片卡片戏曲的，现在算人家讲的闺蜜啦。哦，就鬼好新婚快乐，结婚的时节送诶，还可以看嘛？做的，可以养嘛？可以显得很乐乐等。哦，很多哎，真是鬼丑。哦，我不能念鬼斗丝呢。哦啊，真紧的闺蜜哦，那我想到心里的话过。一个时间还有，因为我哋冇攀结婚，像公证，伊就当对台北下来，去参加。咁能更加行係不時會聯絡哈？冇按接聯絡，唔過一公發就會1-2點鐘。哦，行係感情幾好，唔是時常聯絡，唔過讀到嘅就過場有幾多條班。就有乜事情就打電話就可以是1點鐘、2點鐘安尼。佢以前都過小兵呀，路來到台北一定人安尼，有睇按辛苦嘅一條好嘢。家下嘅情形係樣咧，唔會嗰種我特別訪問到拖起橋好嘢嘅嘢，好家家如會因打電話因叫講一句，唔會安尼喎。我寒酸冇個性比較還好，唔過嘅人到台北時間，一整夜跪去三拜。我就同媽講，我不要這樣回去了，好累哦，跪橋。哦，唔本但係差唔多1禮拜都會跪100。因為嗰時就跪上碌卡，嗰個就第一個禮拜冇跪去，第2、第3、第4個禮拜就每禮拜跪去。哦，每禮拜啊跪去都總唔得按你走國光，好累哦。哦，家哇，係啊，因為按你跪去。那嗰時間火車、舟車勞頓啊，高鐵真是太貴也很傷本啊，所以還是就是坐國光客運安尼。還有人路上講哇，安尼太麻煩咧。還真是，因為我從5點鐘啊，喺讀到塞車啊，你有我超過8點鐘那都。家下安尼鬆口安辛苦，你的那個苦要跟誰講？就閨蜜係咪？其實同學之間就會按你打嘴鼓聊天，我覺得這種就是很舒壓的事情。嗰種6年嘅同班同學感情出軌好。啊，你家下有上冇上去風氣哦？唔講風氣冇呢？冇啊。因為我冇感覺到按特別都安心過，因為本身就有底子，所以拉筋什麼我都感覺還好。哦，嘿哦，哦，因為以前都跳舞哦，所以那個苦對你身體的苦還好。哦，啊，嗰種風蟲一定就還好。因為喺到嗰種喺到高中開始，學校嘅制度才改成要練早功。咁我之前係8點半開始上課嘛，上到暗晡頭7點35分。不過就有點可惜哈，就係會冇辦法安尼繼續行。這個我感覺可以打算哈。其實韓做的，因為我更加做的事情，還係會連接到我頭擺好多的東西。係啊，未算過好嘅岔路安尼吼。哦，咁等下呢，我以後帶大家去到一個對有特別意義嘅所在，我哋等下過多陣啦。利用冇按過，還有1年200量100，因為量都會能開上，你得也經驗存了一多錢。你覺得等到1年，有時間就過年過下來唔前2度安尼。Hello， 大家好，我係葉月如。各位歡喜有100個機會來到我以前的學校，來同大家介紹一下。那我們接下來要來到的是術科教室，那以前都是我們的練功教室，練功的地方之一哦，還有其他的地方。那這是我們目前我印象中比較大的練功教室。剛才有班可能就會分做2個班級來練功，如果是上毯子功或是基本功的話，就會這邊
还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国2吧，过年时节，鸦片就过上面学长学姐提练功，俺就提会不会给骗练功。那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桌椅这些。那以前我们练习的时候，还会要从比如说1张桌子翻下来，2张桌子翻下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在的时候没有特别这样固定2张桌子，就是真的是2张桌都是拆开然后叠上去的，这样子是安全很多，就你不用特别再去绑它还干嘛，就是因为到时候翻下来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后坐力，你要脚要用力，像这样弄起来，我觉得就是在练功的同时，你也会比较放心。有时候，应该说有一次有一班俺们就同学长讲，俺们归 Q， 那我们老师就很好笑，就说好，那既然大家很累，我们就劈腿，只能劈腿睡觉休息，不是跟一般人用面度水磨，迄爱臀脚安尼岔开来水磨。那这个把杆呢，是我们就是基本功的时候很常会用到，就会臀脚不用手踢，然后去拉我们后面的脚筋。因为在戏曲来说，我们在踢腿的时候，最好是可以脚尖要勾起来，可以碰到额头。对，所以老师就会要求我们光是就是前面基本功都要练很久。因为你基本功练得漂亮，就是你毯子中也会翻得漂亮。那这个有时候是俺们头摆做后上的一个时间，拿点偷懒的一个方式，脚就会挂在上面。对，但是你这要欣赏某宽度的时间，可以讲欣赏宽度会全班一起被罚，就是可能再加秒数啊，还是加分钟数这样子。我即个感觉讨厌件佛教，因为我13年来到佛教读书，又冇办法免疫轨道录卡，故所呢讨厌件佛教最大嘅就是爱用嘅对自家负责任，还有对生活一定处理。故所想爱练习独立的人分享来佛教读书。前来做客，欢迎来了。头多年以带大家去到伊个母校吼，台湾戏曲学院。好，还有看到人劈腿，劈腿就喊做第一名，还有在跳舞啦。没错，没有生疏安尼。我从头把安样的啦。还可以来还去做得哒。刚人去到个英国嗰叫冇过去的吼。迄讲过去应该3-4年吧。哦吼。啊，过去应该我过度嘅头摆嘅记忆如何走出来安尼？就会可能也片大黑的会重新起，那片用的。咁明起来迄头多讲对唔无算太辛苦，嗰种过去嘅回忆系甜美的居多吗？美好嘅回忆嗰度哈。就迄位同学大嘴过嘅时间，那我感觉嗰时间感觉安辛苦哦。哎呦，啊，后来就係模组也好，唔辗轉去到批演，還有搞行業。唔講講頭擺嘅戲曲學院嘅學習啊，對你一下有乜嘅影響啊？後來做嘅事情，還個建立唔嘅可能性格也都，感覺有乜嘅差別哈？第一個就是做事情嘅能力，因為我哋嘅時間高上要畢業制作，那就會去籌錢，然後跟比如文宣，我會同啲廠商因為聯絡一道。一道你咩嘢？我會去家來做，故所我會想辦法去處理一道事情。你家附近嘛嘅，除了做凌波仙子以外，就係文宣。因為可能我會用嚟同啲設計師去溝通，那個封面我會用嘅，文宣 DM 我會用嘅。故所就唔敢講做事情都該流量安尼。我夠有紀律咩？真是我夠有紀律，我想到一個時間我多嘅，一個事情唔前做起，就會從夾。哎呀，對聲音呢？冇辦法，還不能讓他有紀律。
更加没办法，你纪律你自己会先气死，我先欠死。很特色啦，吼，很特色。哦，甲对老公咯，让他有纪律。说。哦，如果讲过老公说安。那时间会都唔像拥抱。哦，唔都会通做过夹嘅种系咪？哦，我做嘛嘅事情都夹夹去做完。所以我出去嘅东西就会按你看，哎，出去你为什么还坐在那里？哎，好像大部分女生都会这样嫌老公啊，吼吼。咁後來去PE嘛，吼韓國教行業啊，我有查到伊個資料，我咧企劃模式，有去讀研究所，啊寫喺論文也個奇妙咧，吼，如係寫喺 PE 嘅職場咧，行業 PE 嘅職場嘅情形咧，吼，攏會想講我來研究一個。因為我哋嗰時節睇讀嘅論文題目嘅時節，經常就講，也嘅先嘅題目，有乜嘅愛解決嘅問題目，按就一三年先3項題目，就來講，也嘅做得來寫麼，也嘅有研究嘅加深麼安尼，最尾就寫也嘅批係因為我問題批，也條問題咩係我也幾年看到嘅。咁我同人哋分享一下嘛，因為大家可能冇按上網吼，上面看得到嘅論文，電子全文看得到，係，假使有興趣可以看。不過小可分享一下觀察到嘅，人哋嘅行業批研遇到嘅困難係乜嘅？就係人越來越少，做乜嘅話越來越少，睇嘅人就係像，因為我寫像南西煙啊，訪問像南西煙嘛，就係費用冇按過，要一年能搶200，因為2都會能開上，抵得也今年存了一多錢。哦，你又唔係1年2年，等幾年唔係人有時間一批，就會3張頁、7張頁安尼。還有批過7、8張頁嘅藍色小精靈，因為有136千多。你就等到1年。有時間就過年過下來唔前2度安尼。我說真是像我一批人有卡到冇辦法存錢，不能養活自己，所以就過少年我念到要唔係講唔會講學就多得來批研，還有幾多專業嘅問題。我說當然老輩人伊對行業批研有興趣，可能安尼年幾多，唔過伊看到我可能只有賺零用錢的時間，又會卻步的安尼，很錯哈。就是用愛發電，因為這研究係賺零用錢的呢。係啊，係冇辦法比會拿到一多錢，冇辦法比。嗰時候我係有興趣的朋友想要來介紹，就講今年我會賺到一多。講到這個真的是不是很敢開口，因為我自己都唔知我賺一多誒。因為也唔係講定價嘅啦，幾難啊！因為有個人可能未得人嘅資歷冇強用，嗰時候唔知留言是很用誒發錢誒。因為我係有妹妹強下，嗰時候我哋兩個就會參考我哋今年2到1多錢。嗰種也算太環境嘅問題。所以你就冇可能有按到好批嘅，都話也唔點用嚟結件嘅嗬。嗰種都係我有心我來批，有錢嘅，錢嘅我哋攞去批，加個樂趣係乜嘅感覺？就是進去模仿模 Q 嘅人生，尤其係卡通，因為我有會搞怪嘅聲啊，還係會拿1分鐘啊、2分鐘啊。不是，係講我哋還有幾多嘅大哥大姐啊，因為嗰時間我沒有去收音過，有時間好好的卡通俾他們配完，就會自己娛樂一下，歪掉，係嘅係最好搞嘅。主要是像幕後安尼，即個係搞嘅，可能有唔得，唔過好搞安尼，安尼會互相切磋嘛。其實更加幾難互相切磋，因為頭擺通一條前輩係講係幾多年強下錯題嘅開始安尼，反而嗰時候可能都偏言很用嘅了嘅，唔過更加都係單收，唔像通嘅都切價嘅省。咁唔講我親拿手嘅係嘛嘅？
起碼嘅人感覺我親有刺性安尼。細妹嘅角色啦，細妹沒有幾種啊，幾多種啊？因為我米飯拿多，我感覺個性都唔會差太多。就要麼嬌氣版的，要麼就公主型的，就按呢。啊，我有想去匹馬嘅匹配的角色嘛？就看留言是本來嘛嘅角色，然後再去揣摩。就本來都想辦法匹做出來安尼。吼，我有嘛個角色係唔做來，感覺挫折感會大哈。就頭東風嘅戲劇嘅，就卡通行係個拿手啊。啊戲劇都會傳，還要再磨啦。所以也會希望匹嗰度戲劇嘅。就有嗰度嘅，我哋現代藝術都嚟練啊。好，咁等一下呢，我哋都愛來設一個業餘帶來對於有特別意義嘅料理，等下看下先係乜嘅。就有啲學生伊係有些把自閉傾向的小朋友，可能也好去送給水果嘅單元。在深夜去公園搞嘅時間就讀到牙婆就講，他在家裡居然冒出了水果的句子，然後我一聽，我說呀，咩人哋搞過，係一起給他傳出來個機嘅。先來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做了嘅係行業批音員同先生吳業儀，一個最名嘅劇團，我哋攞來說對業儀來講有匹配意義嘅料理吼，我哋來搶處理門本眼咧，看下先係乜嘅。吼，竟然係泡菜，家也係萬人做誒，爸爸做誒，爸爸做誒，哎呦，有個米線誒，食看下，應該佢冇平樣。好酸誒，蠻酸的，啲酸，還有脆脆的，唔會咁樣軟軟的。好酸誒，啊爸爸係幾好做安尼嘅東西。應該講因哋陸下嘅人都佢會做料理。哦，係哦，爸爸係佢會做料理，唔係像佢會做安尼嘅。做菜嘛嘅人都會一些。爸爸咪係幾好做菜。陸下都係易做哦。尤其係暗廚面，因為早晨條行要做些嘛，啊幾輪都係一齊做。係哦，阿媽媽會做嘛？會做，不過就係上到嘛嘅隔一批人，安尼唔甘意呢。哦，媽媽會做創意料理。嘿，天馬行空嘅料理安尼。哦，啊，等到係爸爸係平常時係爸爸係做。係做。我嗰種睇過小邊也俾時講，我上台北來，你咪鬼敢哦，係啊，真是鬼敢。係啊，因為聽講我唔敢啊，唔敢本聲音咧，雖然台北有古睇啊，我本伊啲聲音咧，安尼上台北，你咪鬼敢咧？真是鬼敢，像以前來圖書館前聽個舞團出國去表演，伊咪表演去㗎，已經演戲。就聽假票的假種，向下黑安尼。嗰個他們也很敢，唔似㗎，美國偷啲，可能咩因為爸爸媽媽安尼啦，係啊，因為不會讓小孩子黏，特別綁在家裡，唔會。嗰種咪培養出安尼嘅個性，唔都係過獨立，唔想做乜嘅，唔都家庭安尼做。我去上配音班。路找妹妹韓國媽媽強下，啊媽媽咪佢奇妙一路談論起咧嗬。係啊，因為伊就佢好表演，伊本身都佢好表演。哦，伊好表演哦。伊今年還有參加嘛嘅，從我以前嘅烏頭先生，伊咪有成立兒童劇團，伊之前就佢做嘅時間都睇嘅。後面有參加嘅成人的那種說故事劇團，咪去搞誒唔知有1-2年嘛。嗰種媽媽咪強用佢好戲劇嘅人，萬歲唔要對伊強下看戲也得嘛，還係你們是分開的興趣？冇呢，伊就帶啲人走上走下，就台北有嘛嘅表演啊，還係有嘛嘅展覽啊，就帶人哋去看。不單就玩咧，也有把耳濡目染啊。係錯。媽媽有冇強下一批人班？
有叫他去批版无，毋过无叫他批，因为伊还有几多事情会做啦。哦，几无限。系啊，今仔还有一屯天突生日咧。系错。毋讲有个神队友，如许爸爸妈妈。哦，安尼几好啊吼，你就还有去做其他喜欢的事情咧，空间安尼。吼，甲伊能咧教养对因感觉，虽然伊能表现按独立吧吼，毋过有嘛个对因嘅影响，很影响过层的无？无嘛个影响咧，这次就系俺哋家庭上做嘛个，恁就支持俺哋去做。恁咧相处也过贴拍就过小朋友都来到台北。一直到读书19年咯吼，10年拄好10年，又在台北6年，台中4年，咱贵屏多。古说迄边啊讲过小朋友过后到成年的人又做，又在贵去的。个相处会有嘛个无同样的感觉吗？无嘛无，因为头摆真是不是就会打电话回去录卡。古说感情无按没有这么不密切啦，这样子。就含迄喜好的安尼。不过你睇这种轻微吵事的时期，冇睇录卡，是不是其实就比较不会吵架？感情会真是，就冇嘛个叛逆期啦。嗰种细就离乡几难叛逆因为阿爸阿妹冇睇顺系嘛，你用来叛逆，叛逆不蛮困。嗰种你都好像蛮能适应逆境的就唔怕愈辛苦，唔怕挨要带，都拉筋安尼。嗰种你很少那种睇迄个好演6年的时期会叫我安尼，唔爱。真是冇嘛个叫，你拢谈到偏见提叫啦，尤其系弟孙几好呢尤其按补头啊，几多，咁唔冇。很适合理想，很适合独立安尼。今仔即家又有生日呢，然后回到屏东即家嘅家乡，又提做行业传承，安尼嘅条路以前冇想过呢吼。冇想过，真是误打误撞都也嘅，都也嘅行业。咁我貼起本即家嘅使命感哈。很希望呢，因為對各種都後面都批都係合法嘅，我所就想講，對表係真是有些班弄很，就想說好吧，再繼續撐一下好了。家庭嗰時候韓國幼稚園教啊，因為你不會教，慢慢教，你不會慢慢兩個好教。尤其你不會睇下如果講個客家莊嘅地方嘛，不過我也有聽講，人家無論哪個客家莊，其實要傳承客家，如果困難，像我哋幼稚園係24個小朋友，加幾時節細班嘅時節，佢像請一個兩個小堂無嘛會講，其他真實都無嘛，就堂講都無，唔會。就算大部分係喺行業。就算伊同阿公阿婆鄉下係，不過因為阿公阿婆都會人都講法語嘅，從細人講法語。哇，嗰種更加係很艱困嘅情形咧。係啊，如果年巴都幼稚園，可能連堂都堂唔成。都變啦，其實我哋會講母語都係對嗰些世界開始嘛，都係對盧卡開始。不過變啦，伊能都係第二語言咧，其實都唔係學母語嘅。假如係完全冇佢嘅邏輯嘅哦，就係對學教啊，再教過去盧卡講。有可能有聽到有安尼嘅學生。有啊，像我哋印象最深嘅係我更加有一個學生嘅，伊係有時把自閉傾向的小朋友中班嘅聲音咧，不過伊真是基礎真好，我哋送像我哋也好去送嘅水果嘅單元。可能就有搞記嘅啊，有的水果嘅單字啊，有一班因為就係好搞副圈係的，在深夜去公園搞嘅時間就讀到牙婆就講，他在家裡居然冒出了那個水果的句子，然後我一聽我說，呀，咩人嚟搞過，係一起給穿出來嘅記嘅，用客家講出來，你照樣造句啊你，我說
那表示真的含黑亚种松口的方式含黑有效呢。咁安尼糖豆会更有成就感吗？我呀，因为就虽然就松口小真是管秩序管的比较多。我有通讲，人家其实柜台是别提管秩序，都系我本身人的常讲法律几难的，各种怪声音的方法安尼。啊，嗰度喺逢生咩喺边啊讲，我去甲摸索，跟同伊那个线上讨论一样，加更加多嘅冲控用嘅结结。咁搞落去即个喜欢的哈。幼稚園個喜歡啊，因為幼稚園個快樂啊，是讀到一種小朋友，也能天馬行空的講話方式就好，真的是也是好氣好笑。就即個有嘅聲音呢，有搞聲音呢，我發現即個本單係喜歡聲音的嘢，本單就係本單都是咁你如果是喊呢吼，係啊，應該如果繼續下去哦。冇乜嘅意外嘅，係就繼續下去。我想講係想去做乜嘅事情啊？我面到嘅六隊總頭劇場，你係咪有做？有。你係做哪一總頭咧？從資咧，咁難得有做安尼鄉台嘅戲嘛，更加開始都係個鄉台嘅戲。因為呀，個喜歡。就有時間都去跳舞表演。搞聲音咧，做聲音咧，安尼，家下睇拖戲劇好演嘅時間都冇想過自家會係安尼嘅身份嘛。呢，真是，啲人後來要做乜嘅，真是就是突然間，有人線上就介紹，有一個機會就好啊，趕個來去。所以因為銀行嘅路唔係自家上課嘅，所以如果難考聽講，銀行呢排會做乜嘅？假使有一個機會感覺起碼攞來做，更加係冇想到，就係聲音係安息啦。係啊，我說因為係過小上課時間搶媽媽圖，我去幼稚園上班，就我去教圖，因為因為學校講做得帶，我就帶去上課。都留睇這個家鄉作育英才，包括這個嘅聲音咧。不過就算搶屯這個聲音嚟講行啊，感覺咩係很大的功勞誒。感覺最少能錄下，一個下發係傳下去嘅。冇團結。係啊，今日感謝葉姨分享嘅故事，非常感謝。多謝。冇飯好幫呢？唔過幫飯呢？有幫乜嘅落皮飯咩？你都係幫飯係咪？落皮飯係火鍋，因為也順順啊，在邊國叫嘅時候會國順，因為也係半夜能做嘅。係咪國順啊？國順就是他煮嘅火鍋。好吃啊！然後老闆啊，真是買唔到一種口味嘅。去哪做味聽？冇聽。你就講台式，他說你們家到底做台式泡菜還是韓式泡菜？我說都不是。講唔出來，也都係係選用嘅泡菜。阿爸式的，係阿爸式的。